新老病院闭月外科洪兆泽医师表示，伫个治疗腰肌结石，一般有体外震波、真皮肾造瘘的碎石，加软式输尿管镜等3种的手术方式。虽然体外震波毋免住院，但对着较大的结石效果较无好。而真皮肾造瘘虽然会用处理较大粒的结石，但手术的过程出血量较大。现在有一种软式输尿管镜，会用避免2种的缺点，但患者必须要自费。关于肾结石处理方式，基本上目前是有3种。那第一种当然就是经皮肾造瘘的那个碎石方式。那第二种当然就是体外震波。那第3种就是目前最新的那个软式输尿管镜的碎石术。那当然前面2种，就像如果说是经皮肾造瘘的话，第一它真的是缺点就是出血量比较大，那病人恢复时间也比较长，住院天数也比较长。那第二个像是震波碎石呢，它比较没有办法处理比较大的石头，那病人打碎之后，还要再把石头就是等它排出来，相对起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有效率。那第3种当然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重点，就是说它的软式输尿管镜碎石第一，那它就是结合就是没有以上2种方法的缺点，那它就是可以它出血量少，因为病人不会有额外的伤口。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，它可以精确的看到石头，把它击碎，所以效率来讲也比体外震波碎石来得好。医师强调，这种对尿道自然孔道的手术，病人不但无空喙，而且嘛袂有出血危险，适合用伫使用抗凝血剂的高龄患者。另外，为了避免腰肌结石，医师嘛提醒，平常时要加啉水，而且避免食过量的盐分。如果有结石的问题，要赶紧处理，避免腰肌功能损害加可能的感染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